你有冇發現可伯嘅可同埋葉柳嘅柳都係變咗調嘅呢？原來喺廣東話入邊，唔少帶有姓氏嘅稱謂，佢嘅姓氏都可以變成高聲調。常見嘅好似老趙、黃 Sir。不過咁並唔代表所有姓氏都可以如法炮製，例如高 Sir 就唔會變成稿 Sir。咁到底呢一種變調有冇規律可以揾嘅呢？我哋係靈知，今日嘅語言學知識係河伯變可伯，姓氏稱謂變調之前傳。其實呢一個現象，相信好多人喺日常生活中都會留意到。我哋都揾到唔少廣東話嘅書籍有記錄到呢一個現象。Cantonese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就指出，當姓氏單用嗰陣，前面通常會接上阿或者老，而且陽平調都會發生高聲變調，所以阿黃、阿陳都會變調。同時呢一本書認為呢一種變調亦都發生喺陽平調以外嘅情況，例如老葉、阿李，甚至係英文嘅阿 Winnie。書本以外，我哋都留意到呢一種變調亦都可以出現喺兩個字嘅姓，包括複姓同埋冠夫姓。複姓例如歐陽、司徒，冠夫姓例如葉柳、周梁。不過問題嚟啦，雖然唔少資料都認為陽平調嘅姓都會變調，但係實際上似乎有唔少例外，例如吳、錢、常。大家可以嘗試將呢啲姓前接阿，後接 Sir 等等，睇下會唔會變調。另外，先前提到嘅葉係陽入調，葉 Sir， 我哋通常讀變調嘅葉 Sir， 但係同樣係陽入調嘅白，就似乎依然讀成白 Sir， 而唔係白 Sir。所以為咗同大家一齊搞清楚呢啲規律，我哋需要得到更加多嘅數據。靈知搞咗一份 Google Form 問卷，呢份問卷嘅連結已經放咗喺影片嘅說明欄同埋呢條片下面嘅留言區。希望大家可以騰出5到10分鐘，一齊答呢一份問卷，了解更加多廣東話嘅變調。而且無論你係咪廣東話母語者，亦都請你將呢一條片同埋問卷廣傳俾親朋戚友，了解更加多廣東話嘅變調現象。我哋期待你哋嘅回應啊！